专家有智对慧。对，咱两个观念拢同款。赞的啦！请问，人过身的时阵，咱会伫咧伊的骹边放一碗骹尾饭。啊，这个骹尾饭伊原本是啥物款的意思用意咧？应该是当作香炉，应该是讲惊动物食。甲动物来甲夹尸体，因为之前互动物去食，这要夹尸体，还是后世人才食会饱，食会饱。现在是讲，味啊，卡尾饭呢？骹尾好饭。像是互人，你感觉是咧？是人食，我感觉是 C， C，你嘛感觉是 C？哟，哎呦，啊你感觉呢？你嘛感觉是 C？你嘛感觉是？我实在是无啥物感觉啦。我的答案是 C。哎呦，机会来啊！机会来。来，伫古早时代对无？嘿，你有想法无？我想法。我刚比无啥，看啊毋过比呢，你要食尸体，敢无啥？啊，毋过迄是伫古早时代哦。拼一个好无？那就是 A。A 吗？我刚刚阿嬷有甲我讲过，我阿嬷有甲我讲过，真正是 A，我阿公起码阿嬷拢出来。一个阿嬷，一个阿公阿嬷先讲手。无在时阵伊无牛肉，伊用碗啊底一个饭就插落啊。哦，安尼嘛有可能，安尼较紧。嘿啊，我一直感觉是 B 呢。到底是啥咧？好吧，咱相信伊一道好不好？咱选 A。啊，选唔对，我来赞助大家，吼，备注。可以赞助啊，你听伊啊。好，来，答案是啥？只有备注找你去啊。东正牛龙。这是明朝开始的一个传统啦吼。明朝是有一个人犯罪，叫掠去关，啊，因某要去探监，想讲因翁伫遐可能食无好，所以就炸饭一粒卤卵，甲一箱猪要去看因翁。想要到伊到位的时候，因翁已经去互处决啦。所以要安怎咧？伊也无炸什么物件当拜，所以就用香仔饭放伫个骹尾，点香拜了后，怎甲迄个香插伫个饭内面，所以以后人就对伊安尼，所以甲迄个饭就当做香炉。